第22屆臨時自愛新正理，迎樂變奏。就放工，一想到內心都已經起哄。Friday night 太搏命，周身酸痛。我要立刻放縱，有次公司非常時期，只知薪金非常寒微，一整天苦惱受氣，深呼吸多做大戲。這個禮拜新年時期，天天加班苦頭愁眉，小肌膚不再茂美。我喺家裏有座大螢幕電視劇電影等我，消耗了家族工作團聚了脂肪，急需要讓這差勁狀況高壓受創徹底解放。我們的愛過我日數疊加，部署最珍貴休假，先去執好背包等放假。Weekend 我要做最勇，將一切內心的壓抑歡送，加粒冰，霎眼讓委屈冰凍。我要夜深放縱，這間公司非常神奇，偏偏收工不能預期，因公司失去血氣，冇見公司拒絕受理。今晚只想準時逃離，仲要等到 week holiday，一起身聽到助理。老細話今晚做唔晒唔准走。嚇！唉。消耗了家族工作團聚了脂肪，急需要讓這差勁狀況高壓受創徹底解放。我們的愛過我日數疊加，部署最珍貴休假，先去執好背包等放假。喂我揾 Angel 啊，唔該。 Angel 今日唔喺度，佢放咗假。我有啲好緊急嘅事要揾佢啊。但係我哋過咗 office hour 啦，你下星期一再打過嚟啦。我可以點樣揾到佢啊？你俾佢電話我啊。都話我哋收咗工咯。係啊，我真係好緊急啊！你幫我揾一揾佢啦。我哋真係收咗工啦，你下星期再打過嚟啦。求下你啊！我哋真係收咗工啦。終於擺脫了苦戰，平靜狀態達了底線，趕緊計劃去邊，約會對象發展，星際爭霸偵探推理到報復成看一天，消耗了家族工作團聚了脂肪，需要讓這差勁狀況高壓受創徹底解放。消耗了家族工作團聚了脂肪。停了家族工作團聚了脂肪，急需要讓這差勁狀況高壓受創徹底解放。我們的愛過我日數疊加，部署最珍貴休假，先去執好背包等放假。生活應該加碼，是執夠多時多。間顧不上優雅，一身執好背包即放假。樂迷可於即日起至7月20號期間，透過澳廣視網站 tdm.com.mo 登入投票專頁，參與投票支持你嘅心水至愛歌曲，一齊力撐本地原創音樂。